囡仔人同款有喜怒哀乐，特别是半大人爱特别加关心。这儿童福利联盟今仔日公布因对中学生的心情调查结果，发现有17%的学生因感觉非常的郁卒，压力的来源有课业、前途、人际关系占了大部分。不过面对压力，却只有5.6%的学生会去找辅导老师，讲出家己的状况。 青少年压力大，去年国建署的调查有1/4的国中高中生要认真考虑要自杀。为了了解青少年的压力状况，儿童福利联盟统计发现，有17%的国中高中生郁卒程度伫严重以上，但是只有5.6%会找辅导老师斗3天，比网友的9.8%较低。 如果辅导室只有5%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告诉我们的是，其实学校隐私做得很差，还有课很满啊。他到底要什么时候去辅导室？然后请假了，大家都知道。他们被污名化的时候，就会被贴上很多标签，就会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网友，完全不认识的人，像是一个树洞一样来投递进来。 那这个原因，自上心理师观察，台湾社会对学校课程也是较看重，较无重视情绪教育。第一线辅导老师也真学为济课程当中让出时间提供帮助。专家认为，爱互囡仔知影情绪教育的重要，老师也爱了解。 一般的老师，他对辅导室也是信任的时候，其实他也会愿意主动把孩子转介给我们辅导老师，先从跟导师做第一线的接触跟收取资料，然后再慢慢的把孩子转介进辅导室。专家建议家长伫厝内会使互囡仔知影，面对无好的情绪表现出来，并不是歹代，颠倒会使帮助家己面对压力。另外，这几年自上顶顶的手段渐渐互大众接受，只要大家加了解，就有较侪人愿意寻求专业帮助。记者郭伟社区林台北报道。